好到第9條啦，咁你見到呢，直線 L1 嘅方程係 y 等於 x 加8喎。咁我望下 A part 先，原來要計 L1 嘅 x 截佢同 y 截佢。咁你記得啦，直線方程其實最容易背嗰條式就係咩啊 ？y 等於 mx 加 c 咯。咁 m 係乜嘢啊？咪斜率 ，c 就係 y 截佢。咁你比較下啦，好明顯呢，個 y 截佢就係8啦。咁個斜率呢，就係m 係 x 前面噶嘛，咁佢冇寫即係咩啊？咪1咯，所以個 m 就係1啦。咁我寫低佢啦，斜率係1，y 截佢係8。咁呢個 L1 嘅斜率同埋 L1 嘅 y 截佢啊。你會問 Miss 仲要計埋 x 截佢啊？咁 x 截佢唔使驚嘅喎 ，x 截佢即係 x 軸上面咯。咁如果係 x 軸上面嘅話，咁即係點啊？個 y 坐標咪會係0咯。所有喺 x 軸上面嘅點 y 坐標都係0，所以代 y 係0入翻落個方程嗰度。咁 y 變咗0啦，咁加8調過變-8，所以 x 截佢就係-8啦。咁 A part 嗰2分我哋攞咗啦，咁 B part 呢，我哋要將 A part 嘅嘢用啦。咁你 A part 見到啦，有 L1 嘅 y 截佢係8，L1 嘅 x 截佢係-8。咁不如我哋畫翻幅圖出嚟啦，將 L1 嗰條線畫翻出嚟。好啦，你見到畫咗 y 軸、x 軸，咁 x 截佢係-8啊嘛 ，y 截佢係8，咁我條 L1 都畫到出嚟㗎啦，咁就係穿過-8同埋8，咁呢個就係 L1 啦。咁你就望下條題目啦，而家多咗個 L2，L2 係咩嚟㗎？原來佢同 L1 係垂直㗎，垂直即係成90度，仲要同 L1 係相交喺 Y 軸，即係呢條軸上嘅一點，即係佢會同 L1 同 L2 呢，其實佢哋係會相交喺 Y 軸上面一點，即係呢點咯。仲要佢哋係垂直嘅，所以就會成90度啦。咁我就畫埋個 L2 出嚟啦。咁我哋要計咩啊？原來你要計 L1 綠色嗰條線、L2 紅色嗰條線，同埋 X 軸打橫嗰條線，嗰三角形嘅面積啊，呢個直角三角形嘅面積啦。好，咁你想象下啦，小學都有教點樣計面積㗎嘛。咁你如果下面呢條打橫呢條做底，咁個高其實有㗎，個高係8啊嘛，見唔見到？佢 y 截佢係8，但打橫嗰條呢爭呢一點啊。呢點呢，其實我叫佢做 A0 啦，好冇？因為我唔知佢幾長啊，我叫佢做 A，但我知道佢 y 坐標一定係0。我諗呢點我叫做 A0，咁我計到個 A，咁我就會計到個底幾長㗎啦。咁我而家諗下點樣計個 A 先。咁我哋發覺佢兩條線係垂直喎。咁你諗下啦，兩條線垂直有咩關係啊？咁咪斜率乘埋咪係-1咯。好啦，咁我哋會計兩條線嘅斜率。咁 L1 嘅斜率其實已經計咗㗎啦 ，A part 見唔到啊？就係1咯 ，y 等於 mx 加 c 個 m， 咁就係1咯，所以我照抄。但係 L2 嘅斜率呢，就要用翻兩點啦。咁兩點嘅斜率幫你溫過㗎啦，就係咩啊？就係 y1 減 y2 over x1 減 x2 啦。咁你望下啦，紅色嗰條線好明顯就會有兩點啦，一點係 A0，另外一點就係 y 截佢係8，咁 y 截佢8咪將佢變做08咯，得唔得？呢一點變做08，咁我哋就會用翻右邊先，咁就係8減0，再除翻左邊，咁就係0減 A， 咁8減0就係8，0減 A 就係-A， 所以8除-A等於-1。咁你都識計啦，-A 調過去變乘，所以8咪等於 A 咯。好啦，咁你恭喜你啦，計到個 A 係8。咁如果 A 係8嘅話呢，咁點樣計個黃色三角形嘅面積呢？咁你見到啦，好明顯呢，而家連個 A 都知道係8啦。咁你咪知道呢度係幾長啊？8同-8相差幾多啊？咁你用翻中一教你嘅大減細，8減-8，咁即係幾多啊？咪8加8咯，咪16。咁呢度都係 y 截佢係8啊嘛，呢度係 x 軸嚟噶嘛，你仲記得？所以呢個就會係8啦，0同8相差咪8，所以面積呢，其實根本就係底乘高16乘8，再除2，咁你讀計數機又好，心算都好，咁你會計到64。咁記住寫翻個單位就平方單位，咁就做完嘅啦。
好，第10條咁 P(x) 呢，你見到啦，有個未知數 k 嘅，咁佢就同你講，當 P(x) 除以 x 減1嘅時候，個餘數係10喎。咁你又問你 x 減3係咪 P(x) 嘅因式，叫你解釋個答案。咁我哋用咗第一個資料先啦。咁當 P(x) 除以 x 減1，餘數係10。咁點樣揾個10出嚟呢？咁其實要 x 減1咯。個餘數原來關 x 減1，我將佢變做0。咁 x 減1係0，即係 x 係幾多啊？咪1咯。所以其實呢，我揾到 x 係1，咁原來呢，我就知道原來 P(1) 一定係等於10。得唔得？將 x 代做1嘅時候，計出嚟嗰個就係餘數，咁佢就係10啦。咁呢個叫餘式定理啦。咁如果你唔識，你就總之記住將除以嗰嚿嘢當佢係0，計翻 x， 咁就全部 x 換走做1。咁而家計出嚟嗰個就係佢嘅餘數啦。當 P(x) 除以 x 減1嘅時候，咁我就會計到個 k 咯喎。咁1嘅3次係1啦，1嘅2次都係1啦。咁1減1加 k 乘1即係 k， 咁即係你就會計到個 k 嘅答案呢，就係-14啦。得唔得？10減24咪-14咯。好啦，咁望下條題目仲未完嘅，佢問你咁 x 減3係咪 P(x) 嘅因式啊？咁咩叫因式啊？咁咪即係除得盡咯。所以我哋就知道，如果除得盡嘅話，即係餘數應該會係幾多啊？餘數會係0。好啦，如果係0嘅話，就係因式。所以我哋一 check 下佢個餘數係乜嘢啦。我咁大家留意翻啦，而家唔係 x 減1啦，係 x 減3。所以我哋將 x 減3當佢做0，咁就計翻 x 出嚟就係3啦。咁跟住就將個3代落去嗰個多項式入面。記住今次唔係放1啦，係放3。咁全部 x 變做3，k 記住啊，變做-14。見唔見到？將個 P(x) 個 x 全部代去做3，個 k 呢就變做-14，得唔得？咁你就可以讀下計數機個答案係幾多啦。好，如果你冇讀錯，應該會讀到0嘅。咁如果餘數係0嘅話，咁即係除唔除得盡啊？咁梗係除得盡啦，所以係佢嘅因式啦。x 減3，咁你答翻呢一句，咁就 OK 嘅啦。好，到第11條，咁我哋要解聯立方程。咁你見到有 x 同埋 y 兩個未知數，咁我哋叫一式同二式先。咁你好明顯見到啦，有 y， 呢個都有 y， 所以你將一式嗰個 y 6x 加30代翻落去二式個 y， 即係呢個6x 加30變做1度。嗱，所以咧你發覺咧第二條式個 y 咧就已經變咗6x 加30啦。好啦，咁你發覺而家都冇晒 y 啦，個 y 都俾人代咗做 x 嘅嘢，咁我哋就繼續計落去啦。咁你全部搬去右手邊啦。好，加6x 調嗰邊減6x 啦，加30調嗰邊減30，咁左邊就係0啦。跟住就 x 二次，咁你見到啦，5x 減6x，咁你可以化簡嘅，變做-1x 啦，咁1唔使寫。同樣地，-13再減30就可以變做化簡啦。嗱，唔好意思，有12嚟嘅，所以我哋繼續化簡啦。-12減30，咁就係-42啦。好，跟住做乜嘢呢？見唔到啊？有 A、B、C 齊晒，篤方苗01，直接篤個 x 嘅答案。咁你就會篤到兩個答案嘅啦，一個係7，一個係-6。咁係咪計完啦？咁梗係未啦，因為計埋阿 y 啊，所以就將個x 等於7代落，一定係2好啊。咁梗係1啦，一個短咁多，簡單咁多。好啦，咁你當 x 係7嘅時候，代翻落第一條式，咁6乘7加30，你心算都算到噶啦。咁答案就係72。咁6乘-6加30呢，咁你心算都算到嘅就-6。咁答翻個答案，咁就係 x 係7嘅時候 y 就係72，x 係-6嘅時候 y 就係-6啦。好，第12條啦，咁你見到係有條黎克特制 R 級地震能量 E 嘅公式啦，咁就係一條啦。咁我哋要用呢條式嚟計啲未知數啦。咁 A part 你望唔望到？咁你記住啦 ，E 呢係代表能量，咁佢單位 J；R 呢就代表黎克特制，咁佢單位就級啦。咁原來 A part 講咗俾你聽啦，原來黎克特制係4.8級，咁即係 R 就係4.8啦。
咁我哋就要揾翻阿 E， 能量咪即係 E 咯。好啦，咁我哋就用呢條式，題目唯一俾嗰條式，將 R 代去做4.8。好啦，咁你將右邊嘅篤計數機，你會篤到係12啦。好，跟住又係同一個問題啦。我而家要計 E 喎，個 log 阻住晒。咁你就問自己啦。咁今次冇寫個底就係10啊，記住冇寫即係10。好，log 10嘅幾多乜嘢呢？係12呢？咁同學如果記得嘅話呢，其實係 log 10嘅12次方先會係12嘅，所以個 E 呢，根本一定要係10嘅12次方，得唔得？唔記得同學記住啦，個12呢可以跌落嚟，咁12乘1咪12咯，所以我哋知道 log 10嘅12次方，所以 E 呢就會係10嘅12次。咁我寫埋佢，咁寫翻個答句，能量係10嘅12次方 J。好啦，咁到 part B 啦，咁 part B 呢望一望啦，今次呢調翻轉，俾個 E 你喎。J 做單位做埋 E， 叫你揾翻個黎克特制幾多級啊？咁即係揾翻個 R 啦。好啦，咁你就用翻題目俾你嗰條式啦，將個 E 變做13乘10嘅16次，咁其他照抄。咁我哋目標係計 R 啊，記住，我哋要計咗 R。咁我哋篤計數機要小心啲，呢個要識篤啦，係咪？咁我就將個加調過去變減，再將乘 1.5 調過去變除。如果想一次過篤呢，記住個分子要加個括弧啊，或者你分子篤完撳 EXE 之後再除 1.5， 咁你就會篤到個 R 呢。記住兩位小數，小數點後兩個位，咁就係8.21啊，準確至兩位小數。咁你答翻答句，所以係8.21級，咁就搞掂㗎啦。